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One of Taiwan's rarest teas is found in Pingdong's Gangkou village. The flavor from Gangkou tea is special because the trees grow near to the beaches of Kending, where they bask in the sea breeze and lots of sunshine. There are only 4 or 5 families that grow these plants, making the tea produced from them a rare find. Anyone looking to get a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plucking and rolling tea leaves can visit the village during harvest time. Yo, it's time to talk about Hakka on ICRT.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邊個 Leo。Hello， 你好，大家好，我係 Josephine。Leo， 你也知道我很喜歡喝咖啡，不過呢這幾年來呢也更愛上喝茶。你知道年輕的時候覺得說喝茶好像是老人或長輩才在做的事，對不對？一定啦。可是現在21世紀，我也發覺哦，這個很多年輕人也越來越懂茶道了。對啊，我就認識一票朋友哦，對於自己故鄉這塊土地，他們有愛鄉愛土，他們會用保育的方式，所以回到他們的高雄六龜區，然後去種茶。像高雄六龜區哦，他們主要栽培的茶種就是金萱啊跟烏龍，在這邊都還蠻多的。他們現在種的一個方式啊，就是比較是貼近於這個自然，保護這個水土的概念。所以呢，他們是用野放的方式啊，讓這些茶樹啊不要有太多的照顧，不要施肥啦，不要噴農藥啦，然後在自然的環境之下成長，也對我們的這個土地呢有更多的保護，這很棒啊！而且不止這裡哦，也是在個六堆地區，六堆的滿洲鄉哦，在屏東了。這滿洲鄉這邊有一個茶叫做港口茶。難道是靠海港口這樣子？沒錯，不是在高山才能種茶嗎？對，這個茶樹呢是要種在這個山坡上面山坡上。然後，但是呢，這邊靠海，所以呢，邊的土地的土質會比較鹹一點，所以這邊種出來的茶葉的味道啊，就帶一點青草的味道。我有海味的茶，有海味，有可能。反正有不一樣品種就對了。對，叫港口茶。這我倒應該要去嘗試一下，因為從來沒有聽過，也沒喝過了。對，屏東滿洲港口茶就對了。而且你要很用力找哦，因為聽說啊，這邊種茶的茶農很少，大概只有4-5戶，所以你要買到還不容易哦。不會，我有你，帶着你一定找得到的，對不對？對，好啊，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教幾個這些單字了，包括我們的茶嘛，茶葉怎麼說 ？How do you say tea leaves？ 茶蜜 ，and then to drink tea 喝茶，食茶，我就飲茶。哦，飲茶 ，tha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drinking tea. And also organic farming, okay， 有機農法。All right, there you go. That does it for today's talk about Hakka. 什睇㗎？漢字四張來了。客家風情由客家委員會監製。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